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Casper 媽媽嘅 channel。今日我哋會學習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第二學習階段小4至小6動詞。我哋會用無圖認字呢個方法去加強小朋友嘅認字能力。當我讀完之後呢，小朋友都可以大聲跟讀一次。準備好未？我哋一開始啦。思考、思考，研究、研究，討論、討論，解釋、解釋，分析、分析，綜合、綜合，創造、創造，發明、發明，保護、保護，改善、改善，發展、發展，鼓勵、鼓勵，批評、批評，欣賞、欣賞，感受、感受，表達、表達。小朋友做得非常好，非常努力喎。我哋透過多看、多聽、多讀，好快你就會學到好多中文字㗎喇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Casper 媽媽嘅影片創作，加入會員贊助，多謝大家支持。